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这2天大陆南部沿海地区拢海水倒激淹水，另外风台海规上今明仔发布海警，拜六礼拜北部风雨上大。美军提供台湾美金8000万的军事用资要强化台湾军备，另外也喊菲律宾参详要伫咧巴丹群岛基港口通好支援台海。美国的 Burger King 因为汉堡甲相片看起来真大粒，实际上却是酒水，消费者当日拍团体诉讼要讨赔偿。一粒风台走啊，另外一粒搁再来咯。讲到这风台海规继续伫咧变强，根据着气象局的观测，若准这风向甲速度无改变，拜五有机会变做是中度风台。气象局也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中昼过后，这北台湾开始变天，拜六礼拜风雨会愈明显。苏拉风台渐渐离开，气象局伫下晡2点半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伫台北东南东风1320公里的海面上，海葵风台强度持续增强，佮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挖近。若做正目前预测路线，拜五日下气象局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样子走，它的暴风圈有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们的基隆北海岸地区，但是会不会接触到陆地？好，就是还要再看它未来它整个移动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气象就会持续的观察。我们预估它未来逐渐增强，到明天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局表示，目前包括苏拉、海葵、红燕山风台，拢伫咧季风低压带内底。高气压内底环流甲太平洋高压的强度，拢会影响海葵的走向。以目前观测来看，影响上明显的时间点是伫9月初2甲初3，是海葵上挖近台湾的时阵。来做进一步看各国路线预测，日本气象厅是认为，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海葵伊的路线会更加向南，暴风圈会直接侵袭北台湾。以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呢，它有可能是非常接近所谓的这个西北台的这个路径哦，也就是从台湾北部的这个近海通过的可能性看起来是蛮高的。雨势上影响最大的地方应该是会落在北部的山区哦，就是新北的南侧，然后一直到桃园、新竹、苗栗这一带这个山区。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在宜兰的山区跟这个中部哦，像台中南投一带这个山区的这个部分。吴成武表示，为拜五开始到拜六，北台湾可能有局部较大的雨出现的机会，都要听候到礼拜海葵渐渐上北往浙江中港口这个所在过去，外围环流的影响才有机会减少。暗过低压大的环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也就是无稳定的天气，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台外围环流，搁再加上受月圆影响的巴流，今仔早起云林以南各县市沿海地势较낮的所在，都因为这大流海水来倒击，出现着淹水情形。这云林家己有一寡所在是看袂到渔港，袂输是江洋大海一般。若讲到这台南、高雄、屏东，有一寡路段变做是溪流共款，民众出入是真无方便。若讲到屏东的东港，这水是淹到厝内面，有真侪物件拢浸入咧水里。海水一直搬过银河道，无甲全条根本分袂清渔港甲海的边界。风台外围环流甲超级南回带来巴流影响，31早起，云南以南各县市的沿海地势低地区受海水倒灌之苦，云林口湖的宝珠寮渔港4个月拢是水，水淹到500公尺外的福安桥甲渔港路。乡长补办事前有警加管保安所无受到重视。福安桥咱下轮大排这个位置，水若搬过了后，规个社区有可能至少会办有1公尺以上啦。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港口外移，然后那增加一个防护线，增加一个保护线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好这个通盘的检讨。那云林嘉义布袋也有半环上的问题，加上第三下陷，早起巴流了后，海水淹过半环管理社区，海防长提也技术必胜，海水一直为涂骹泄出来，官府赶紧来勘查，都惊过等到搁一家巴流的时阵，会造成更加大的灾害。看是用沙包还是防水挡板去做围堵这样。有裂缝的再一并来做抢修。汽机车冒险涉水，台南安平路因为瓦运河巴流了后，为了路变河流，安南区城西街地势较低的所在，连沙包拢无法度动水势，2个月淹3摆，居民真无奈。这个第二严重，做水专门冻起，海水若地热就敢动起，迄个上加抽水。
高雄钓位上大台1.37米，创20年新高。基顶连3天浸伫水内，早起渡轮站对面的点头灯火，大批消防员摕着破坏器材甲消防水带，撩水拍火，变动东港的东顶，甲福特利共款8楼连2天1万块。使用者的习惯是着介紧，摕也介紧。这摆上严重的啊！整个河体全部都满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抽啊！南丁里的船头路，机车雨水流冲倒伫涂骹，水淹到已经吊钢贴管的徛架，大人囡仔无奈的穿着积水。福特利搁较是把水浸到大腿，10点左右才提起。居民拢表示，这是自8月洪灾以来头一摆淹甲遮尔惨。电工所判断淹水是因为8楼加上我福特利的爆环伤低，边仔搁有强阵落水引导8楼了后，海水为爆环甲引导走入来，会引起加悬爆环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福岛第1核电厂，因的核废水对8月2日开始排放，到今已经是1礼拜了。原能会表示讲，这监测到今无出现问题，未来逐礼拜也会公布数据。另外，针对大家3钱起买盐的情形，行政院表示，台盐的库存是真济，而且原能会也表示讲，这电盐无防辐射的效果，大家无需要抢买。来到连锁超市，台盐出产的平价盐拢互人扫了了。到另外一间连锁超市，虽然业者打出限买3包，毋过货架顶悬也是互人扫了了。来另外一间便利超商，总算看到柜台顶有台盐产品。请问买这个盐有限量吗？没有，那买2包。好啊。最近民众伫抢买盐，台盐伫网页顶化工卖吨盐。会定期检测电色素、透薄盐水甲原海水检测串，目前拢无验出来。核医学学会佫指出，串半衰期是10天，大部分是以水的形态存在，会代谢排出体外，对咱人体影响真细。伫水产品甲海盐的浓度真低，无需要烦恼影响健康。另外，原能会嘛出来说明，吃碘盐无法达到防止辐射的功能。原能会表示，台盐原料甲产品主要是为欧洲天然盐来的。另外，针对泉水排放满1礼拜，原能会表示监测并无够样，将来原来会推出跨部会辐射监测整合仪表板，公布上新的数据。经过跨部会讨论之后，是每一周会更新。建立海协扩散海洋自信平台，扩大海水监测点甲辐射检测量能。行政院讲超前部署，毋过好亲像无算到民众原来伫超前部署出现抢买盐的情形。一直到日本排放福岛传废水1礼拜后，行政院才伫议会后开记者会。发言人林主任是讲，台盐库存充足，也提醒食盐适量大使，毋免囤盐。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宣布要提供予台湾美金8000万的外国军事用资，这是美国头一届提供予台湾这款的协助。另外，咱的国防部也发布11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有讲到解放军最近这几年的军事操演，对台湾已经达到高强度的威胁。中国将有可能伫咧习近平的第3任任期内面，更较严格去处理台湾问题。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通知国会，要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外国军事用资，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这是美国头一届提供台湾军事用资贷款，也是拜登伫咧动用总统保管权提供予台湾军援了后，第二届对台提供特殊军援。我相信对于整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国防部也表达感谢。那么，但是有关于相关的细节，我们依据惯例不会做详细的说明。外媒美联社指出，美方提供军事用资大部分用伫主权国家，若是提供多一寡武器装备无明讲，包括海空防御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飞弹、网络防御甲先进通信设备，拢互人点名是台湾真需要强化的能力。那至于这8000万美元，这个用在海上的这是征收，还有就是制海的这种关通系统，如果在细节的品项上面，可以推估就是声呐，还有就是一些军用数据链，包括卫星通讯以及 Link 22。邵志芬分析，美方可能提供卫星通信设备，协助台湾强化海情的监控，针对海上目标的侦查进行海上舰场管理，应对中共愈来愈侪亲门大户的威胁，也代表美方对台的安全政策，为建立无明确走向建设性清楚。国军扛起国家前途、百姓安危的重任，只要我们
团结一致，全体国人都是我们国军最大的支持。国军应对中共军事扩张，明年国防总体预算达到6068亿，创下历史新高。国防部30日送交立法院11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说明共军最近军事操演对台已经达到高强度威胁，中共也有可能在习近平第3任期内推杀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为着要反制中国的军事继续伫咧扩大，路透社报道讲，美军有和菲律宾参详，要伫咧巴丹群岛起新的港口，是因为这巴丹群岛离台湾无到200公里，美军会当当作支援台海作战的前线基地，而且巴丹群岛和台湾之间就巴士海峡，这也是中国军舰若准备侵犯台湾，必须要经过水路。中国继续伫台海和南海军事扩张，是引起区域局势紧张。美国正关切而且介入。路透社标讲，菲律宾巴丹群岛的省长凯科证实，美军当地和菲律宾讨论讲，锁定伫离台湾无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要起新的港口，因为巴丹群岛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是航行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准要过的关键点，嘛是中国侵台的关键水道，红看作是要阻挡中国对巴士海峡环台。如果说未来在这一个台海这边有一些冲突状况的话，它可能不用去进入到台湾海峡，它可以说不用去说一定需要台湾来进行补给，它在这个地方进行补给就可以了。甚至是有没有可能这里会变成是美军支援台湾的前进基地？学者分析，美军新设港口的举动，除了要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长期合作的决心，嘛代表巴丹群岛的港口未来会当做补给用途来用，甚至是支援台海作战的前进基地。另外，美国第7舰队证实讲，美日菲俄进前是结束南海军演，4国军事领导人是做伙坐 P8A 侦察机飞过南海，看南海的情势。专家认为讲，这是要让中国无法度突破第一道呢。从这个美国跟这个日本、韩国的合作，从东海那台湾这边强化台湾的军事能力，虽然说没有同盟的性质，然后到这个南海这个部分呢，就是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合作，像包括这个那个东南亚国协，然后澳洲等等这些国家，那多少有这样子的这个围堵的这个意味存在。英国嘛是一直在注意台海的情势，英国外交大臣瓜维立30访问北京，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英国外交部发声明指出讲，瓜维立有当面表达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这台铁安全改革会当赶紧来做，交通部邀请日本专家来访问，今日去到台铁复工机场，查看这事故车厢，也有访谈家属。不过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说，在车厢内面找到一块真有可能是罹难者的头壳骨，当场向这台铁局长杜眉表达不满。交通部长吴国才表示讲，已经有通知检调相关单位登到现场来找找证据，若准确真是这罹难者的头壳骨，就要赶紧来做这 DNA 鉴定，鉴定了后，要赶紧献予这罹难者的家属。2021年4月初2，台铁408次的态度过号，是弄到出入去铁轨道的工程车，造成49个人死亡的悲剧，更有213个人受伤。受损上严重的第7和第8节车厢，是保留伫台铁油煤的复工基地。31台铁局长杜眉带日本专家、罹难者家属团体来勘查事故的车厢。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说，伫第8节的车厢发现敢若是头骨的残骸。我一看到那个还手还没拿，我就知道跑出来。我看一体太有经验，然后他大概有很厚，从侧面一看你就知道一定是上面还有很多水，还有。对这台铁讲，伫事故了后，检警和运安会这单位是封锁事故现场，做真侪摆全面的敲吹。完成事故报告了后，运安会伫去年3月15，把事故车交予台铁现况保存，即嘛是放伫复工纪念园区内面。台铁的确警和检警做伙敲吹车顶敢有其他的遗物，交通部要求台铁随通知检调来鉴定。标准作业程序就是救护，然后现场检调的收证，然后运安会的调查。事实上，他们在做这些前面的这个过程，台铁是不能进去的。如果今天找到这个确定是头盖骨的话，可能要赶快做 DNA 的检定，赶快把它还给这个罹难者家属。几个单位都同时平行在车厢内进行调查，
或是他的鉴识工作。如果有发现有遗骸的地方，就会通知检警双方。但是就我了解，在当时并没有这样子一个发现。运安会讲，第一时间检调封锁车厢了后，运安会监测人员嘛伫检调同意之下，入来事故车来找晶片和 ATP 这个事故的调查证据。伊当中并无看到遗骸，但是嘛有可能是事故车伫经过运送了后，另外各有物件落倒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有这火车一个捷运的车厢去互乱画乱捽，这个台中的警方呢，今仔就宣布讲，这乱画台中捷运的嫌犯身份要来公布。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捷克人，这两个查甫人犯案了后，一直改换服装，甚至是穿女装换交通工具，就是希望讲卖互查到。目前这两个人已经坐训练基地警路，而且会由这检方来发布通知，要抓这两个人。画面通看到两个人伫咧台中市巷仔内行来行去，看起来对路草正熟，甚至佮换衫换大概制造重点。台中捷运列车离时去互人乌白擦，警方动员400人次的警察，过路150组的监视器了后，31确定是22岁德国的男性，一个20岁捷克的男性犯案的。他们非常的狡猾，搭车下车的点跟捷运站是有一段距离的，他们沿途就是一边走，然后一边来进行换装，总共换了6次。警方表示，这两个人自提后面的观光签证对香港坐飞机伫桃园机场入境，而是暗时8点52分走去台中捷运高铁台中站犯案，喷漆的过程无到15分钟，随着坐高铁落南去到高雄，25就坐飞机走，因早就准备好喷漆的作案工具，而且轮流用布帘坐计程车客运等等的方式所为，也搁伫咧巷仔内换穿西装、运动衫，甚至穿女性的衫来变装，这种种都会当看出这两个人犯案的手法是不知啊熟手。后续会评估在该区域的围篱来加装红外线侵入侦测系统，另外会就设备修复跟列车清洗费用求偿7万元。因为代替台北捷运也有高雄捷运，最近嘛有车厢互人乌白擦，警方无排除是同一个集团做的，会提供侦查资料，予台北和高雄市府去过路分析，确定关联性。专案照涉犯刑法毁损罪、大众运输法等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所来由检方发布通知。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社头的清水岩温泉路营区，经过3任馆长，总算伫咧2021年开始使用。不过，浸温泉的部分却是一直无对外开放。县政府6月底要启动这点高的停驶，不过乌天的厂商却是拒绝，要求爱先改善设备的缺失，再来敲这点高的问题。不过，即马出现争议了后，当日财政部调解，社管处也无排除解除契约，把这经营权收倒转来。机房的话是会漏水，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铁会有锈蚀。天崩漏水，机房的电线电线就伫迄边，原来楼顶就是汤屋，来到汤屋内一看，插头的条瓦也好烫旧。彰化县政府委外 OT 民营的社头乡清水岩温泉露营区为2021年10月启用到呾，汤屋由原无法度使用，县府伫6月底开始启动点高定数，业者拒绝接受。第三方公证单位来协同鉴定，那确实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点交。那如果说运转当中会漏水啊什么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改善。对，因为我们是 OT 案而已。业者表示，甲县府签11年营运合约，也毋过启用以来一直有争议。县城达江温泉出水量153吨，目前达江只有85吨。高只有宝棚区甲浸卡池有温泉，汤屋甲室外池拢无开放。社管处强调，顶置经过全系统测试，汤屋设备拢会当正常使用。希望天棚是防水填充材料，并不是漏水。相关旅游争议会送财政部调解。我们已经按照契约的规定启动催告的程序，那并且循财政部促参司的调解机制来处理。那如果厂商再不改善的话，我们不排除解除契约。县府要求 OT 厂商尽速点交营运，那因伫1个月以上无排除解除契约，收回经营权。也毋过业者要求县府先改善欠点，佮邀请第三方公证单位鉴定了后点交，双方个人讲个人的无交集。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最近公布新版本的地图，甲台湾抑个南海诸岛，甚至是中国甲印度边境的阿鲁纳查邦，抑个一个阿克塞钦地区，拢列入去家己的范围，引起附近国家强烈反弹。那印度出来抗议，连马来西亚也表态讲，不要接受中国侵犯马来西亚伫咧南海主权。 中国自然资源部8日公布2023新版地图，佮再引起领土争议。因为这个地图有哪甲领土范围包含南海国岛，佮甲中印边界有争议的阿鲁纳查邦甲阿克塞钦高原区纳入版图，引起邻国不满。马来西亚拜三发表声明，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单方面的主张，因为甲马来西亚沿婆罗洲、沙巴、沙劳越州海岸外的专属经济海域定塔。马国政府认为相关的争议必须根据国际法和平。 理性透过对话解决。印度是伫中国新地图公布迄天，都随表达强烈的抗议。Government of India very closely follows all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a bearing on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we woul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m as necessary. 虽上今年4月，中国认定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查邦是属于中南地区，国家区内11个所在定新号名，也已经引起印度正式的关心。不过中国方面也有回讲，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作为，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不要过度解读。 中印边界总长伫中国方面的定义是2000公里，印度方面是主张有3500公里。双方捌伫1962年因为领土争议发生战争，到2020年，双方伫边境的拉达克、加万古，搁再发生真侪届冲突，造成双方的士兵至少24个人死伤。虽然后来局势有较缓和，不过去年12月，双方搁再伫阿鲁纳查邦达旺这个所在发生冲突。这届地图争议恐惊会互中国甲邻国加一寡不满。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人讲政火部前，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空袭毁掉1300多间学校，只有1/3的囡仔会当照常去学校上课，也那其他囡仔呢是改做线上课程。也因为安尼，生这第2大城哈尔科夫当日在地铁车站内面起教室，对9月开始的新学期，大概有1000多个囡仔会当使用到。 位于东部总人口140多万的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部分地区离俄罗斯边界也无到20英里。北部郊区伫战火摧残之下是绿苍苍。战争爆发以来，哈尔科夫的学校全部拢被迫改做线顶上课，因为俄罗斯飞弹会当伫唔免1分钟的时间就飞到。学校的教职员学生想要走去防空避难所，根本就袂赴。也毋过，这个9月开始的新学年。 哈尔科夫有1000多名的学生会当甲以前共款伫实体教室来上课，只不过这60间的新教室全拢位伫地下铁车站内。Здесь будут находиться парты, будет интерактивная доска, Wi-Fi, тьюторы будут здесь сидеть, психологи. Также в классе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пожар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дл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етей. Также у нас классы оборудованы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шумоизоляцией и так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ентиляция. 虽然安尼，也是有家长无愿意冒险。 Перш за все, безпека дітей. То ми на дистанційній формі навчання будемо навчатися. Хоча пропозиції були для тих батьків і в нашій школі в 145-й. Ті, хто хочуть, забезпечили їм, буде возити автобус до метро. І молодші школярі будуть навчатися, хто за офлайн.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已经摧毁1300多间学校，全国只有1/3的学龄囡仔会到照常去实体学校读册，其他的多数改做线顶上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美国的 Burger King 当日拍官司，是因为伊的迄汉堡夹相片看起来是真大粒，实际上去买的却是胶水真济。 业者表示，讲这商品呢是无需要甲相片平大，不过这款的讲法法官是无度接受，而且认为讲业者爱针对敢有这广告无老实的情形提出相关的说明。
连锁速食店汉堡王的广告讲，招牌商品华堡用1/4磅韩牛肉做的，佮加真鲜的塔马豆、青菜、葱头这配料，看起来美味可口。不过美国有民众指控汉堡王的广告无实在，用误导广告销售汉堡甲其他产品。美国消费者当地研究提起集体诉讼，向汉堡王求偿。提广告的相片甲消费者实际购买到的华堡相比者，广告的华堡材料侪甲通出面包、肉饼嘛大一倍。汉堡看起来比实际的寸球大35%，互消费者认为汉堡都是遮大粒，无想到实际的寸球差真济。美国汉堡王是讲无需要提供甲广告看起来同款的汉堡，理性的顾客伫看广告的时阵都会知影这点，认为是原告的主张是错误的。广告内底的肉饼甲提供互全美国几落百间华堡的肉饼完全同款，虽然双方有经过协调，不过无成功。汉堡王也请求法院驳回控诉，不过去互法院拒绝。除了汉堡王以外，麦当劳甲温蒂汉堡嘛面临类似的诉讼。墨西哥卷饼连锁店塔可贝尔也互人客指控披萨甲卷饼的敢若广告内所讲的一半尔。若做诉讼成功，这个素食业者会分别面临至少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6千万的赔偿。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因为这厝头家财务出问题，互罗马法院宣告要进入拍卖庭时，外交部今年6月知影了后呢，认为讲这是家买起来好时机，落尾是开4亿家买起来，按算伫咧今年9月会完成产权的登记。罗马集中大使馆的罗尼，这栋白色外壁都是咱驻意大利代表处，因为即卖的厝主财务状况无好，互罗马法院拍卖。外交部今年6月知影了后，经过评估，认为是即卖管辖转租为买适当的时机，以4亿外买入来，报请行政院同意了后，才有预算法相关规定，用第2预备金参加法院拍卖，顺利得标。因馆舍所在的位置便利洽公，为了节省购屋成本、高昂的租金以及搬迁费用等考量，驻意大利代表处转租为买，符合经济效益。预计在今年9月间会完成产权的登记。因为最近驻外管处年度租金拢超过8亿，外交部为2002年开始推出高位外管计划，希望减少租金的支出。目前咱国110位外管，19位是家己个位，比率较无2成。上新的驻外管处个位管辖的清单，甲雪梨、丹佛、波士顿列作优先个位。在欧洲，现在大城市像罗马啦、米兰，会有一个租金高度上扬，那我们把它买下来，就可以避开这因为租金而造成的一些麻烦。要如何增加购买的一个关注，那完全就是按照天时地利人和。目前全球外管照租金关价保大家项目评估分做 A、B、C 3级无共推3年限，学者指出，驻外管处也就是咱国的自有财产，当然相对较有保障。不过目前各国产权要购买，不是遐简单，除了预算，过来就是各国政府态度，这拢是是不是当成功的因素，敢来当等待好时机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和上海台商座谈，也有和伫咧上海台湾青年做伙骑脚踏车，因拢希望讲这两方会当较接交流挂。不过有风声讲，本地蒋万安下晡必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真有可能因为是政治敏感的关系，出来临时打动。台北市长蒋万安上海行最后一天行程游完真满，有3个囡仔的爸爸把握时间参访上海托婴中心，所来到长者健康中心了解同款面临高龄化问题的上海安怎进行长照控用。可以扫这个2维码。手机扫码支付。造就共享单车、甲台青骑车游工，也甲台商面对面交流，各界关注焦点依然是两岸议题。期许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合作，尽量合作。如果能合作，当然是最好的情况。资讯更加的透明化很重要，对，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人民还是有一些误解的。希望两岸关系好，台商才会好嘛，然后经济才会好。尤其是像去年整个上海市对台湾的对口贸易就8000多亿美金。大部分的台商朋友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民众，大家都很期待两岸之间是要安定和平，所以我想谁能够做到，其实台湾民众心里都有答案。台商座谈会无被记哩摕好友谊吹票，
虽然捌传出要建国台办主任送道，毋过最后无建成。也互我甲解读是为着个人2020事选前降低几率。30双城主论坛结束，蒋万安大声讲要用上大努力，互双城论坛继续办落去。中国媒体引用当地学者形容，双城论坛是和平之州、亲情之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大选的新闻，这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日出席竞选总部干部受证会议，针对郭台铭宣布参选，外界也拢伫咧讲，这赖清德是倒咧选。竞选办公室也出面驳回这款的讲法。另外，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推出医疗政策，而且无要回应换郭台铭起来侯友宜落去的议题。郭台铭办公室也出面驳回，讲无这款的讲法。另外，民众党是认为讲，这郭台铭若准备讲合作，应该爱有对等的尊严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那关系的台湾这么重大，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一定要赢得这场选举。向全国竞选总部的干部讲3项认知和3个目标。赖清德2024拼选赢，除了请陈时中和吴天来做双北竞选总部的主委，9月7日阁会启动第一场国家希望宫殿国政记者会。对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外界讲在野分裂是和赖清德倒咧选。竞选总监苏破平安讲，一切拢照步行。那主席也并没有躺着选，假日呢还是行程满档，每一天呢还是从早到晚。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在要整合国民党的侯友宜，31是继续推出医疗政策，包括优先投资医疗保健支出，调整到 GDP 的8%。疫苗的采购要更加透明化，若是有官商斗空的，就会成立特侦组来查。不过对连胜文讲，郭台铭要求过去的后头来讲法，和过班否认侯友宜是假调，无愿意个回应。我不清楚他们两个的对话内容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评论，好不好？其实换候的声音是国民党党内的传出来的，但并不是郭董主张侯下郭上，没有这件事情。郭台铭竞办的发言人黄树修讲，郭台铭是要推动在野整合做上强的队伍，会阁找时间安排郭侯2个人来见面。另外，郭台铭嘛正积极要邀请郭文德啉年茶，但是到郭郭2个人共场的时阵，郭文德在讲话，郭台铭所用卡车票在对伊，后民众党感觉无受到尊重。那这也不是感觉要合作的一种态度。我想合作是一种对等尊严啦，合作不是合并。民众党立委邱成万讲，郭台铭若是透过一直挖过来，一直逼人，来互家己身价较悬，安尼人民是袂接受的。强调目前郭文德是在野阵营民调上悬的总统参选人，民众党会用一切力量唯一支持郭文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呢去收到这 Apple 寄予伊的这个官方的 email， 要求讲爱点连结进行验证。警方表示讲，这是一个诈骗的简讯。专家也讲，这千万唔通点，若阵点落去，就有可能你 Apple ID 的相关个资，拢会去互偷摕去。报媒啊，突然来邮件，惊吓的标题警告：支付资格暂时封封锁，爱你随点连结24点钟内完成认证，恢复 Apple Pay 服务。若无永久停用付款资格，最近愈来愈侪人就是收到苹果客服来批，差1点方便。有一些公司它是不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民众说，你的资格被暂时停用，它并不是属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政策，所以诈骗集团它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引起民众的恐慌。中向看的是苹果官方假批，其实是诈骗集团假用，大量假送钓鱼简讯，无细致方骗点入去，照着指示操作，一件小号密码拢总互偷摕走。若是拐走 Apple ID， 万一小号绑定其他的装置，可能也佫同齐互入侵。个资白白交出去，后一步就是互偷录。取了你 Apple ID 的一些权限之后，那他可能会去攻击你有使用的其他的这个系统，甚至有可能去做一些消费。安怎白白钓鱼简讯？除了先检查批敢有插入简体字，检查邮件盲盒也是一种。像苹果官方都会是 Apple.com， 只是犯罪手法一直翻新，提高警觉，唔通互诈骗集团得手。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防止诈骗对这校园开始，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去到国小宣导。另外 ，NCC 进前也要推动这市内电话，若阵接到头前是8869电话号码开头的时阵呢，就要先有一段这华语甲台语的基因警示。9月中开始会扩大服务，所有对外国卡来电话，拢会先有一段基因的警示。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者阿公阿嬷被诈骗啊？有哦。来到学校内面宣导诈骗防治，行政院长陈建仁当场调查，讲偌济小学生出来捌拄到诈骗集团。来到假货，爸爸有被骗过钱。玩手机、玩电脑、玩平板，都一定要小心，好不好？爱互民众卖互骗去，都要对教育开始，教育部分析，伫中小学常常看到的诈骗，包括是网络买物件是假，一般买物件的诈欺，交朋友的诈骗，游戏点数的诈欺，大专校院是解除分期付款、投资诈欺和海外散工的诈骗，定用网络和电话咧骗，政府和中华电信进行合作，接到9886这种电话，就会两国台语的警示。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这通是国际电话，爱细你哦，唔通去用骗去。9月中开始会扩大服务的范围，只要市话接到国外卡来的电话，拢会加语音警示。另外手机若接到国际电话的语音警示，接落来嘛拢会伫5大电信上线。觉得很好啊！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诈骗电话，就可以省去你在接电话的时间嘛。像我看到我不会去，我很少接没认识的电话。近期发现诈骗电话开始篡改为+1、+2、+852等国码，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NCC 指出讲，最近诈骗集团大多数拢是锁定是大人。根据统计，使用市话防诈骗的比例是比使用手机防诈骗更较悬，因则优先推动市话语音警示，因为无法度完全阻挡诈骗电话，决定要扩大服务，嘛互民众较袂防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美国合作，即马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咯，是一只2岁拉布拉多，号做晶圆。伊的鼻仔真灵哦，会当闻着这电子产品顶头的化学材料。对9月11日开始，也要加入保三总队，协助找出犯罪现场的所有证据。很明显的，他鼻子有往上，有，他一直往上看。这只乌狗四个片，一面甲连犬员培养共心，一面用片的，互人引导找出目标物。Yes， 看到了。哦，他完全答对耶。这只拉布拉多犬名叫做 Wafer， 今年2岁，看伊的身躯也有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捐予台湾警方，也予国内有头一只电子产品的侦测犬。这次去美国为期2个礼拜的受训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河流中把手机放在河底，Wafer竟然能闻到。Wafer 已经到台湾啊，当地检疫隔离，做新型的侦测犬，为手机随身碟到记忆卡，伊拢骗得到，就连加密货币、硬体钱包啊，也拢无问题。伊定9月11日开始，对保三总队做伙打击犯罪。主要是针对嗅闻储存装置上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涂料。3苯基氧化磷。现在国内的警犬队主要那我们训练狗狗以嗅觉来训练基础来讲的话，就是训练他们找毒品，再来就是找爆裂物，第3个呢就是找这个血液的部分，主要就是我们运用这方面的勤务为居多。比起国内的警犬培训，加缉毒犬、侦捕犬更优先。这届Wafer加入，警犬更有新的战力，也让侦办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咧德国设厂，这德国政府有补贴50亿欧元，不过却引起晶片代工大公司格罗方德不满，讲要甲欧盟投诉。另外呢，这德国的经济部长表示讲 ，Intel 和台积电拢摕到政府真侪补助，可能会造成当地中小企业的员工拢走去大间公司的问题。为着要打造当地的半导体生态系，台积电是得到德国政府50亿欧元的补助。不过，这嘛互同业吃醋啊！德国的晶片代工大厂格罗方德公是要向欧盟提出申诉。德国政府可能会拿出更佳的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的最佳利益是说，他们未来在他们的商业竞争上面来讲，会不会有得到相同的对待，就是跟台积电会有相同的对待。虽然摕到德国政府这么侪钱的补贴，但台积电要伫当地来设厂考验共款真济，因为德国经济部长讲，政府补助Intel和台积电，可能互当地原本就欠的技术工人的问题更加严重，尤其对中小企业也是新创企业。德国设厂一定是增加工作机会，这个其实对整体德国的就业市场应该是正面的。但是因为台积电毕竟是大厂，或许在吸引人才的部分更有特色。那么人才流向大的公司，会造成当地
中小企业找不到好的人才。以台积电海外布局来看，德国的德勒斯登是以车用的晶片为主，虽然有资金的补贴所引起同业的不满。日本的新本厂是成熟制定的晶片，但是包括设厂的土地、水和当地的交通拢搁要解决。美国的亚利桑那厂是和当地的工会阻挡台积员工的签证，和量产的时间一直延。专家分析，德国工人的这场文化和台湾、日本较相同，对台积电管理国际人才是较有利。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是站在劳工的这一边，所以如果工会再结合了政党，然后锁定了台积电的话，其实这不是台积电单家国际级的公司所能够处理跟应付的。对德国是无上低的工资，专家认为讲当地的工会是用无共的手段，未来会替劳工来争取最大利益，必要的时阵甚至可能会罢工。台积电爱安怎和工会来交陪，个人才成本的问题拢要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天狗呢，疫情继续伫咧逼，台南敢若一礼拜就增加要到1000例，其中安南区疫情真严重。公所也伫咧讲，因有伫咧怀疑，即寡无人住的海沙厝，这内面本属是囤规堆的生蚌，是疫情未收煞的原因之一。目前是有加强消毒，抑个摒扫。环保人员当咧分类大量的废弃物，这拢是对海沙厝内底款出来买单的。台南安南区有900栋的海沙厝，因为长期无人管理，惊互人黑白囤物件，囤甲规厝间。天狗价也是压袂落来，区公所怀疑海沙厝是引起天狗价的因素之一，所以赶紧针对你来的海沙厝顶高风险的所在，加强消毒甲摒扫。海沙屋呢，国产署管理的一共有44间啦，它已经回报都处理完了。但是我们今明2天会再去检查哈。那如果说清理不够干净了，我们会再要求他们再处理。腐啊，较紧死上好啦。当嘛按只狗啊、臭狗啊起来啊，啊你药啊腐较重咧，内底就无网啊。台北安南区的劳工市场，一家一家单位无人，市场共款囤一堆，就惊天狗业拖袂煞，公所拢甲款好势啊。但是较正数，干那一礼拜时间就增加要1000例。甚至开学迄天30个师生，因为天狗业请假无来，教育局表示有请教师上课时加强宣导，做好防网的措施。今天早上刚来学校，都会到前门跟后阳台，就是做巡倒清刷4个动作。平常我们都会喷防蚊液，防止登革热来叮我们。化学兵8关8家发现病例，就马上进行化学防治。但是已经连续8天，确诊病例拢超过100例，目前还阁4个团。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厝内面有幼囡仔，就要特别注意咯。这肠啊套塌，也就是这肠啊倒积塌做伙，是囡仔接看到的病症。根据着外国医学研究显示，被感染过腺病毒的囡仔呢，较接发生肠啊套塌。台北最近有一个囡仔呢，被感染过这腺病毒，半暝是一直哭，经过超音波的检查，才发现讲伊是肠啊套塌。台北市一个1岁查甫囡仔顶伫半暝啊，过10分钟就惨闹一摆，也毋过无发烧，也无任何呼吸道症状，家长安怎安踏拢无用。后来查到病院急诊，经过医师问诊了后，知影查甫囡仔最近有腺病毒感染史，遂安排腹肚的超音波检查，伫这边腹肚发现糖套搭，是查甫囡仔惨闹的原因。腺病毒感染造成就是肠道的一个淋巴组织的一个增生，尤其是小肠跟大肠的交界处，会因为肠道淋巴组织的增生卡住。医师表示，根据国外医学研究显示，目感染腺病毒的幼童发生糖套搭的风险比一般无感染的悬出3.7倍。那这个症状记的是身体2段瓦近的肠啊套做伙，造成肠啊塌掉。通常较会发生伫2岁以下幼童，常看到症状包括难放性的腹肚痛、吐甲解血便。若无及时治疗，恐惊肠啊破去，造成腹部炎。空气或水把那个肠子给就是做一个复位的一个处理，肠子没有复位，然后呢一直套住产生的一个破裂，进而导致腹膜炎或者是败血症的一个状况。医师提醒家长，糖套搭的初期腹肚痛的表现，定会防认为是咧使脾气，因为前1分钟可能是婴幼儿也咧吵闹，要毋过后1分钟就正常咧算。佮加上2岁以前的幼童无法度清楚表达家己倒位无爽快，建议家长若发现囡仔有异常吵闹，应该提高警觉，量早就医详细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龙潭科学园区3期要扩建征收，不过龙潭八德段的居民今率去求补贴抗议。自救会表示讲，因无反对经济发展限产业，不过居民也是爱争取家己的生存权。另外，预告讲9月12日会招更较侪人去到总统府头前镇静。反对家园破迁！反对家园破迁！誓死抗争到底！誓死抗争到底！有被捕条啊，龙潭八德段、梅龙路甲石库位的居民组成自救会，反对龙潭科学园区扩大土地征收，强顶民家厝。30日早起举行记者会，烦恼工园保卫条，反对迫迁工园。那今年要90岁了，我说了丈夫啊，是待50年了，扛到过20岁啊，我扛到从10岁，你看啊，是3.34公斤，非常无助、惶恐。我们这一些无助的小市民必须被迫站出来表达。龙科3期有计扩大征收龙潭科学园区东平158.59公顷土地，其中88%、138.95公顷的征收私人土地，会影响160多户3000人。自救会表示，严正反对欠必要性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计划，要求德科管理局提出详细兴办事业计划说明，建议缩小征收范围，也预告会伫9月12日号召更较侪居民前往总统府镇静。有他们的意见表达，那这方面我们其实都有仔细去跟他们沟通，也在了解中。那我们会依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个审慎的评估。德科管理局回应会尊重居民的意见，评估征收范围，敢是有调整的方案，尽量符合居民要求甲产业需求。评估方案也会甲相关单位协商了后，得期举办公听会，继续甲居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学，不过这中华大城潭基国小29名学生说是爱去新学校。对于112学年度开始呢，这潭基国小正式废校，改做是特色游学中心。不过，反废校联盟自救会表示，县政府的决策过程有行政问题，也已经透过律师提出行政诉讼。建校64年的大城潭基国小，彰化县政府公告今年8月开始停招，后来空影影，工作人员无用整理校园，准备煞来转型做游学中心。29个潭基国小的学生囡仔是转去附近3间国小，廖先生囡仔都是其中一个。即马毋若路程变较远，嘛会烦恼囡仔的适应问题。咱嘛是惊讲向霸凌啊，系啊，还是讲环境的不熟悉，比阮搁较少的学生。人都还够有咧教，啊，毋是讲像阮这够高的。说明会说跟公听会一起办，教育审议委员会也没有邀请我们地方任何一个人。你都失智在黑箱作业，恁讲过就过啊！船长嘛真不满，新学期也有9个1年级的新生被迫转去其他学校，而且县政府以节省经费为理由，4年来废除大城乡3间学校，啊，毋过决定落港起新学校，毋若扩大城乡差距，人口外移嘛变较严重，甚至阁有灭村的疑虑。因为县政府无顾家长的意见，甲学生囡仔权益，行政程序却变作形式，已经透过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行政程序法也有规定说，当要做出对人民不利处分的时候，必须要先寻求让人民可以陈述意见。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停办的正反理由，为什么要停办，为什么不能够采取其他的行政措施？那所以其实就已经违反行政程序法。潭前国小的转型都是依法办理，那学生我们已经到邻近的学校就读。那本案如果说对方已经提起诉讼，我们就静待法院的判决。彰化县政府是讲，潭基国小是转型，毋是废校，而且29个原潭基国小的学生囡仔受教权拢无受影响，对自救会提出行政诉讼表示尊重，静待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大学成功湖学校去年开始进行整地工程，今年5月完工了。为了维持这水域的生态平衡，邀请专家做研究，伫成功湖放草鱼等5种的鱼仔仔，要来净化水质。清华大学内底成功湖，过去因为日本海军设立燃料厂有消防需求，乌即窟人工湖，后来清华大学适校变做学生参附近民众运动散步的好所在。
毕业30多年的校友讲起过去有满满的回忆。想当年，我就应该35年前，我在是大2的时候吧。那时候其实有一次机会啊，我们去捞鱼，应该是说捕鱼啊。其实我们自己也买那个吐司来喂了啊。那时候是真的是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这些鱼苗放到成功湖去，感谢捐款人哦，谢谢。轻卡细手，把鱼仔慢慢倒入去水底。成功湖这几年因为积沙的关系，水质受影响。除了整治工程，还要邀请生态专家，利用鱼仔的特性，要让水质会当保持清气。这个青鱼啊，就可以觅食这些福寿螺，所以可以减轻外来种的入侵威胁。草鱼呢，可以抑制一些多余乱生的水草。鲢鱼呢，可以吃浮游植物，可以让优氧化的元凶可以转换到鱼的身上。那鳙鱼呢是吃浮游动物的，所以呢这4种鱼啊分别扮演4种不同生物进化的这个角色。下讲成功湖整治煞维持水质清气佮优质是即卖的目标，未来会规划清水活动，亲像举办各船 SUP 等等的水域活动，互成功湖重现当年的风华。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今年上届大上港的月圆红叫做超金拿月，今仔日暗时会当看到对日本、印度、越南到耶路撒冷，拢会当看到这超金拿月。这个拿月的意思是讲，一个月内出现第2届月圆，这后一届超金拿月要等到2032年才有机会看到啊。在日本东京日本幕新城新大楼观景台，一寡民众对超级拿月真期待。根据日本国家天文台资讯，超级月亮运行轨道第31透早0.54分上挖进地球。夏休み最後にこんなに綺麗な月を友達と一緒に見て。楽しい思い出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てすごい嬉しいです。到底印度这伫月球南极登陆1礼拜后，30位地球这边伫新德里望向月球，看到上大粒上光的超级拿月。越南河内有一寡民众组织做伙看超级拿月为水面升悬，伊看起来比一般的满月大7%，mà còn較光。ngay ở như kiểu mình với tay đến là đã chạm tới rồi mà sao thật to và khác。所講嘅拿月唔是月球變藍色，是指共1月份出現第2屆滿月。The moon's orbit around the Earth is not perfectly circular, it's an ellipse. So sometimes the moon will be slightly closer to the Earth than other points. And when that happens during a full moon, we call it a supermoon. We call it a blue moon because in this case, it's the second full moon in August. But for the two to actually coincide, that, it's just a term of, maths really. 根據統計，超級月亮甲滿月同時發生的超級拿月真罕見，為1951年至2050年8年中間，敢若出現過4屆。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最近天氣一變化，明仔載氣象咱做伙來詳細看。吉蘭到新竹對27度到34度。苗栗到雲林對26度到33度，嘉義到屏東對15度到32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6度到32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6度到32度。在新闻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